大家好啊！如果話香港最熱門、最多人行嘅山，你可能會話係龍脊啊、太平山或者係獅子山啦。咁東京最熱門、最多人行嘅山嘅話呢，就應該係我今日會行嘅高尾山啦。點解高尾山係東京最熱門嘅山呢？首先係因為佢近先啦，喺東京市區搭火車過去都淨係需要1個鐘頭左右。其次啊，佢漂亮啊，春天可以睇到櫻花啦，秋天又可以睇到楓葉。如果天氣好少少啊，你更加可以睇埋富士山添啊。第三就係因為佢易行啦，又多嘢睇，又多嘢玩。你陣間跟我上山就知咩事噶啦。同筑波山一樣，要上高尾山呢都有幾種方法嘅。行嘅話呢，就可以行1號線或者6號線上山，亦都可以搭登山列車或者吊車上到山腰。今次我就行易啲嘅1號線上到去高尾山山頂先，然後再行4號線落返去山腰，跟住再搭吊車落到去山腳。今次我行高尾山最期待就係搭吊車啊，睇落好似好正咁。嚟到登山口嗰個列車站，見到好似有7夕先有嘅祈願燭啊，雖然時候就未到，不過都寫咗張先。All the best 啊 ，Good fortune！ 上山之前就去1號線隔離個神社嗰度祈個靚福先，期望一陣間順順利利啦。搞掂，上山 ，Let's go！雖然話上山嘅1號線係最平緩嗰條路，但係其實都幾斜下。咁5、6號線咪更加瀨嘢。1號線已經行多20分鐘，所以冇咁斜噶咯喎。日本行山真係好多嘢睇啊！佢有好多遺跡同埋好多佛像神社嗰啲嘢，搞到每次行過都要停一停，望一望。哇！呢張好受歡迎喎。既然嚟得呢度經過，就梗係要入嚟睇下馬騮噶啦。睇下隻馬騮公有乜咁受歡迎先，係咪好靚仔先？點解咁寂寞嘅呢幾隻？好啦，睇完 ，peace。而家繼續攻頂。不過攻頂之前有一樣嘢要做，就係食雪糕啦。行山食雪糕，好正。高尾山自古以嚟都係日本僧侶修道嘅靈山，所以佢流傳咗好多開運同埋祈福嘅傳說。好多人都會特登過嚟吸一吸呢度嘅靈氣。既然係咁嘅話，就等我趁呢個機會，好好揾啲地方去吸一吸佢先。呢一度就係靜心門啊！穿過咗靜心門之後，就代表進入咗高尾山嘅神聖地帶，之後就唔可以做任何嘅殺生行為噶啦。阿彌陀佛！行過靜心門冇幾耐，就會見到條分岔路，左邊嗰條呢，就有108級樓梯，同佛教所講嘅108種煩惱嘅數量係一樣嘅。聽人講每行一層，煩惱就會少啲，行完就冇煩惱啦。不過行完仲係好多啊，慘啊！
爬完嗰108級樓梯之後呢，就會見到三密之道嘅虎拔門。其實我行高尾山之前，除咗查點去之外，都冇乜點做過 research。不過見佢幾型咁，所以就行咗上去啦。上到去呢，就會見到祭祀釋迦牟尼靈骨嘅佛舍利塔。呢度係一個好佛、好清靜嘅地方。我最中意高尾山嘅一樣嘢呢，係佢啲佛設施係有互動性嘅。例如呢一座6根清淨石車，喺成座高尾山入邊呢就有18座。只要你將每一座都轉6次，就等於清淨晒人嘅108種煩惱啊！但係嗰陣時我就唔知道，原來個石車係咁樣用嘅，所以就將每一個都轉成同上面嗰粒石一樣樣，去滿足一下我嘅小強迫症。事後睇翻，原來係要咁樣做嘅，即係我做錯咗啦。はい、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出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好好食啊！甜甜地，咁就好似麻薯咁嘅口感，佢都幾大嚿下，佢個飽足感啊，食一串就飽啦。頭先我食嗰個呢，就叫做三福團子啊，佢哋分別代表住大福、幸福同埋裕福，將佢哋串埋一齊，用炭火燒烤，食完就可以召喚福氣降臨㗎啦。而且真係幾好食，仲要好大份，食完就飽啦。再行多冇耐呢，就會去到高尾山最著名嘅玉皇寺。入面就有洗天神社啦、戀愛神社啦，睇下你想要咩運啦，就求咩啦。好熱鬧嘅高尾山頂啊！超級多人，超級熱鬧。因為本身都唔係幾難行，如果你搭纜車或者吊車嘅話，更加易。去個景度睇下先。做咩呢個樣咁吽竇嘅？哇！富士山啊，又見到啦。嗨！哇！呢張山頂飲酒都得啊，成堆酒啊，好爽啊！喺日本行山，走啦，越嚟越多人啊，落山先。落山就費事行同一樣條路啦，佢有幾條路線嘅，今次就行4號線落山，行返去山腰搭吊車落山，正啊！吊車上網睇個吊車好似好刺激咁，凌空腳浮浮。好似好好玩，試下先。行高尾山都相當輕鬆，佢淨係得599米啫，但係個登山口都差唔多成100幾200米㗎啦。同埋如果你搭吊車或者纜車上去呢，已經差唔多上到去300尾啊400頭咁嘅高度㗎啦。所以如果你行上山頂，我淨係行多少少就夠啦。同埋沿途都好多嘢食啊、景點啊。好似掃街咁啊！行呢座山，如果你將高尾山當做一個景點旅遊嗰陣時嚟行，其實都冇問題。正，高尾山真係唔錯。頭先喺玉皇寺買嘅天狗，高尾山出名天狗，好似係，除非唔係。登山吊車車站，睇下佢咩龍溜。
じゃあお荷物をね。哇！佢要我攞嗰個背囊。 Hello，哇，幾正喎！咁樣坐，嚟到高尾山一定要試下，唔使搭咩纜車嘅。不過如果你驚嘅話就咪啦，因為雖然佢隔咗塊網，但係其實佢離個地面都幾高下嘅。我都唔敢亂喐啊！加上佢冇安全帶，今日又震下咁咧。如果你畏高嘅話，都應該會咬晒底啊！我覺得坐得好開心，哇！哇，下邊好高啊！我有啲驚啊！哇！跟住佢每過一個站就會震下咁，咁佢下邊又勁高喎，我覺得有啲小驚。佢以前係咪冇網㗎？冇網嘅話點坐啊？哇！頂入下邊又係好高，我唔敢攞部手機出嚟啊！淆底啊！唔係有人幫我影相喎。哇，好高啊！雖然驚，不過係好玩嘅。到啦！落車 ，How to get off？好啦，走啦，返歸。高尾山真係唔錯，大家試下嚟玩啦，試下嚟坐啦，試下嚟搭啦，拜。